為人父母都會關心子女喺學習上嘅需要，希望佢哋成績理想，為將來升學就業鋪路。家長可以透過學校嘅家長活動、教育局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以及家長研討會，了解通識教育科嘅課程同埋最新發展，並透過家校協作支持子女學習。因為通識科呢，咁我哋會多咗鼓勵佢係睇新聞。會同佢講多啲傾多啲偈，講多啲關於時事嘅嘢。但係咧就要唔好等佢做緊功課嘅時候。咁自己睇完之後，一陣間話：喂，快啲啊！嗱，一陣間又有啲咩重播啊，你要出嚟睇啊，對你通識有用啊咁樣。我哋自己睇報紙睇到嘅，咁就用黃筆 highlight 咗佢，或者甚至要剪咗佢出嚟，咁樣叫佢留意咯。但係如果你話做功課嗰啲嘢咧，我哋就幫唔到佢噶啦，靠佢自己噶啦。可能而家真係多嘢學咗，同埋通識係帶動咗佢諗嘢嘅範疇係闊咗好多咯。好少嘅事，好細節嘅嘢，佢哋會識得表達自己，會話俾你聽佢中意唔中意。而家呢個社會，大家講多咗出嚟，大家嗰個融洽程度咧，磨合會更加快啲啊！就算而家家長都一定要做一個 preparation， 會睇多啲新聞，會大家會傾多啲偈，對每一方面嘅話題咧就可能會多啲。佢有佢嘅意見出嚟，咁我哋做家長嘅又要聽，又要最後可能會俾亦都每一個人又有自己嘅意見，咁我哋一齊咧就會分享。唔係讀書還讀書，考試還考試，要家長都真係我贊成係要身教，你自己都係要做到呢一方面，你先可以帶動到你嘅女女啊、仔仔啊，係可以一齊行到通識呢條路。